相爷。恨不相逢，非家事。昔日里老夫没上才上走。他是的思君与否须相离，我儿身今是相逢一态是恨不相逢非家事，昔日里分君心挂一人知。他听得相许对出去玩出，今日是因义私奔，不是事。恨不相逢非家事，想起了有理问中与心事。我爱那梦呀感激李娘子，他儿人不必负呀还是相儿啊，像搿种人的事体么呢，位于真罗啊、李为娘等等等等，真是举不胜举。我今朝加个如今的主要是求难，鼓足勇气，挣脱枷锁，代理有百万的魔掌。恨不相逢非家事，可记得先生既是后人是。所以是雨花开只是数枝，秋水人莫待浮华空枝。